有啲粟米片，然後牛奶倒下去，弄個粟米片奶。這個 cereal milk 咧，浸個20分鐘咧就做完了。然後咧，我這個食譜咧，這個分量咧會多一點點的，你咧就可以放在冰箱，然後早餐沖咖啡或者就咁飲，讚讚。現在都濾一濾它們，今日壓晒佢哋出嚟，喺那個靚個薑片，還有黑糖，還有水，攪它一下，煮溶啲糖就 OK 啦。我們可以煮那個牛奶模子糯米糍嗱，即係剛剛那些粟米片奶，然後加點糖，然後呢個薯粉，開個小火一邊咁樣攪咧，煮到它們結啊！你看勃唧咁樣，然後呢，你們最喜歡的拉絲，你看你們黑糖加那個磨子單吃咧就好正啊！不過咧中秋節咧，我想把這些月餅吃不完嘅藏在底下消滅它們啊！最重要拿個靚碟然後咧磨子咧咁樣冚皮咁樣，冚上去，即係稀糖咧淋上去，完美！然後咧撒少粟米片，增加口感，完美！還有一點點黑糖，你看完美玉米片黑糖磨子啊！喂，你們拉絲咧不要拉得太高不然會被發現咧下面藏那些月餅。哇，這個做給你們有吃，加個中秋月亮糖，很暖心。